显其亚洲亚马逊嘅婆罗洲，睇起来又严实又神秘。不过唔掂哦，坐定比行机，上3點鐘就做哋對台灣來到一隻世界第3態度。冚家唔可能唔知，第一隻看起來神秘嘅態度空，是要動多嘅素材，做得用合法行透透哦。我聽講啊，啲沙巴阿比斯亞特別嘅華人係動多嘅，故說係講台灣人呢愛嚟一片旅遊，嘅交通淡薄就唔係問題咧。也時間限制哦，以前太極之前呢，先嚟試下坐船，你看一下見你成立暗號按多人，先可以看一下。條架了嗎？係啊，你好。哦，真嘅咧，即係就講合法咧，客人啦，客人。誒啲台灣來嘅。呢邊啊，我聽講有得俾台灣嘅華人全部係客人咯，動到係客人啊。有客家話，講客家。要客家話就講客家話。望你同我介紹啊。好。同我介紹好嗎？好啊。哦，好啊，好啊。哇，好，這個就是叉燒包啊。就是叉燒包。哦。底類有叉燒啦。嗯，呢度有叉燒。你看先試一下看。哦。好食冇？好食。底類有叉燒料。其實一個叉燒啊，叉燒啊，跟我想象的不一樣。冇看過，一般人想嘅叉燒嗰種紅色嘅，不過嗰種可能係廣東嘅。人哋係做冇風顏色嘅。嗯，因為菜天顏色嘅，冬天人就下邊人嘅沙巴，對唔對？嘅叉燒。自家做嘅叉燒就冇風顏色，燒啊就係濃啦，原裝原味啦。哇，好啊，啊，眼先坐下來食。嗯。好。你試啦。好，什麼？啊。來到沙巴首府阿比，街路巷嘅扛棒老強調，加上本老到來到香港。19世紀，英國人對廣東走嚟太平嘅中國移民來到婆羅洲，開墾嘅當時上年數嘅沙巴。一下沙巴族有2省嘅方言，其中漢人就將嚟8省，故作東東延上嘅客家文化，還保留啲一隻神秘嘅態度風。他要不要來到沙巴，後來前邊淘太子，聽講佢加來沙巴已經差唔多40年咯。佢本單年紀客家就談唔識，不過加到沙巴一個傳統嘅客家家庭地度，一下客家講到當好，咪當會煮客家菜哦。一下嘅來一前期，談看嚟記到啲沙巴神話40年嘅故事。啊，唔該呢位人嘅。小姐咧，陶太子，喂 ，Hello， 你幾時到嘅哦？來嚟，哇，陶太子啊，一見到你吼，我就知道有件事情懂成期。我喺台灣打電話半年時間，你很愛叫你姥姥，唔過你就上到按右上，按講你什麼人？因為很多姥姥呢。哦，係我哋北方人。北方人？北方人叫外婆都是叫姥姥。唔過你真經懂腔呢。一個外省嘅西灣人，加到也特別，我聽講一個懂傳統嘅客家家庭。故作也客家同會講。但係都唔同啊，老台灣啊。唔講唔同。唔同啊，就係講唔同。冇共用。哦，共用。故作係談起來，我係談嘅事，唔過有啲係稍微按你談一下，等佢提供講埋意思。係啦，所以講，但係呢面都係客家錢啊，嗬。係啊。唔講大家行到來看到一件，看起來一槍係嗰種裝潢設計公司嘅嘛。1976年嫁到沙巴嘅陶鳳子太子，喺啲沙巴都一下40年咧。嗰陣時為到愛，佢對一隻唔是談過合法嘅外省車阿妹，一生意來到一隻成熟嘅國家，更以客家傳統家庭，老老公拍樹種鄉下從業，做家企裝潢嘅生意。一下兩公婆退休咧，留事業交本之搞定陸續呢嘅簡單生活，更加佢要去2萬容易一隻多元民族嘅國家。也是來對嘅當時為到愛人來到呀，詳細恭喜。Hello， 張大哥。你好。哇。兩啥看起來就按右上。哦，真嘅呢。來。你嫁過來一片嘅時間，本單就係個家庭主婦，唔過一下變做調家娘。調家嫂。阿嫂。嗰陣時有去台灣讀書嘛？
啊，台灣都太好。我講係知道哦，你啲台灣哦得到嘅東西聽唔到咧，真經動到。哦，你係拖到一個好嘅台灣姑娘啊嘛，台灣意識。係啊，然後多謝都係台灣政府，俾我哋嘅機會，能夠學習，要帶俾很靚很強嘅節目。對啊，因為太極講加過來時間那邊你也唔同，哦，生發各方面就使用你的天賦，咁樣子變做一三兩名人，支撐起整個家庭。負擔好重，負擔當時好重。我哋台灣讀書太好文憑，講啲嘅政府係唔承認嘅，所以講如果移用嘅就台灣出打工，賺唔到幾多錢。所以之後，所以我都留台喺後期管內來同，因為有藝人機會，但遲早我就會重裝之後都機會，所以講留台同好多賺到來，都好多賺錢，都做到唔錯，就因為學會所用，唔能夠好好利用嚟到所學嘅東西，之後向商界發展，就造就好多留台。好多做得好事。無伴馬來西亞成員嘅學歷，顛倒變做當地方言造成嘅原因。為咗伴外國人身份嘅淘汰制與漢卡學嘅神化，從泰國決定造成的，他們完全上手嘅兩位。唔曉講當地化嘅淘汰制，咪十萬練習英文，留馬來話融入當地。淘汰制小講，該當是為咗愛，一心需要嘅適應，故所咪唔會吃到艱苦。兩公婆韓國創業艱辛嘅日子，40年過去咧，阿 B 嘅變化動態，等下人就送到阿 B 市嘅瞭望台來詳細看一下。哇，泰哥，其實啊，我哋2年前啊是有來過一片嘅。哦。係啊，沒有期待要特別看一片嘅風景。我也看到，雖然咱2年嘅時間短天啊，我也看到個霧嘅太陽啊，又變高咯。2年當然變化好大，以前啊變化很多態。我最出現係謝天時嘅位啊，建前咯，2次世界日本建森林入邊之前，當時嘅店啊都係茅草，即係應該係3分熱入邊，就係4分熱，係5分熱啦，就係濕地。然後過去咧就係水都係海啦，全部會海。海，就好像今日我帶我公司愛位啊，愛就去就喊做。甘榜愛藥，甘榜就係村，愛藥就係水嘅意思。水村啊。水村，所以到今日咧，你寫地址邊個，你地址邊個，你都會寫甘榜愛藥。水村，係咧喊做水村，愛就去就喊做水村。所以講即係，以前都係甜。唔過沙巴一帶邊就土地就按太嚟啊，很愛甜啊。也就問題啊，咩嘢地邊邊啊？好多台灣來講，為什麼有那麼多地還要填海呢？哎，這個東西，呢件事情係有冇辦法回答。為到沙巴市海船嘅阿比時期，經過2次大戰炸彈嘅誤海，使用差唔多全破壞體力。近4年來嘅重整屯海計劃，本傳統水務漸漸嘅冇體力，改變咗一下阿比時期嘅樣嘅。泰國講，條白減海氣嘅路嘅路，天天嘅離海越來越遠。唔過聽觀光業嘅發展，阿比咪越來越鬧熱。地度嘅美食、老交通嘅便利，變做觀光客來沙巴添錯愛多嘅素材。係啊，又講到一個去台灣讀書哦，咁你兩啥都帶喺兩萬英尺咧嚇。唔係我講，唔講啊，本佢講嘢好冇？講嘢講得要準嘛。當時係1972年。OK 啦。我記得當清楚。1972年我就參加一個叫劇團。以前係咧將景劇咯，我就將叫劇團喺佢創辦咧。叫劇團我就參加黑鳳山滑石隊。哦，依黑鳳山下到台中，在台中公園相遇。第一片相遇啊，你啊？在台中公園相遇的。哇！他們去划船啊，我們也去划船。我們去彩虹年哈。但是居然冇彩虹名啦。民工兩公婆安尼相處這麼多年，其實不容易啊。40年咯。係啊。不過泰姬哦，加上有人講，其實你就兩者個性相差很大啦。因為哦，我知道泰國其實人嘅爸爸沒有上槍，
个性是比较明确、直快。对所以你说，你那高铁，你那区间车啊？啊，对啊，它是直达车。你屬馬嘛，還屬虎嘛，你屬馬人呢都會中意拍照啊，他的公關很好嘛，所以他朋友也多啊，這樣子。古總，你講嘅可能要去過動到沙巴一邊嘅地方，喺狀態個冇去過喲，係咪？肯定。肯定哦。他現在的路啊都比我熟啊，他會指揮我，你轉左轉右啊，他在主動指揮我。對馬介條動校期嘅淘汰子，就算已經加到沙巴40年，佢還係動校4點差嘅蠻難以前新嘅景點。校裡有嘅兩公婆、客山、米水都靠唔到佢條。唔過太子少講，我老太哥出頭嘅身體冇強用，佢總會本新嘅東西想到，加上蠻難嘅行行了了，今日就坐定太子嘅旗艦菜，到阿皮北片嘅坦布羅里買東西去。哇，大姐，一片看起來就像係絲蟲咯。哎，帶你來看丟沫啦。丟沫。倒沫應該係倒沫啊，但係你講嘅倒沫就會講就會絲蟲嘅意思嘛，市集的意思。趕市集，見到自家種嘅菜，自家去種魚啊，買種嘅花，佢都揀出來賣啊。自家種，自家拿來賣，就冇跳過嗰種乜嘅中盤商啊嗰種。冇，就人哋就係好原始啊，他們很友善，他們不會說很像城市的人這樣緊張。就係一種來到那邊應該係唔會吃到嗰樣呢，像你講都市裡度，其實呢大家步調就動腳，啊你買東西買睇應該就賺呢。年輕人我就可以看到，佢就對我就係咩好友善。好啊，一下就夾落去看，嚟去看咯。倒沫意思係講上飛嘅蔬菜。太子講沙巴有超過32隻種族，各地嘅原住民為啲特別嘅蔬菜飼種交換農產作物，漸漸嘅形成沙巴有名嘅倒沫市集。也在啲坦布羅里線橋下嘅市集，用齊齊嘅海產打出名聲。不過太子講到倒沫市集買東西，愛看自家嘅運勢，也咪來到呀，都好係在幾年年較少。唔知會會對到馬介用嘅獎金？好像河豚，冇槍嘅，你看。Itu Malay cakap apa? Melayu. Kalau kau buka isi dia akan dari sini. Banyak isi ya? Dia punya isi sini saja itu semua. Oh. Lepas tu kau boleh buang lah. 唔過一種魚嘅真係冇看過，你看幾硬嘅藤嗰度，有嘛？所以都手嘛。 Ini keras nih. 你看很多 gay 博的哈。大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旁邊的岸上，是螃蟹嗎？是招潮蟹，招潮蟹。对它這個也是在紅樹林特有的。对，這麼多隻啊！哎，整片都是哎。幾硬嘅藤嗰度，有嘛？所以都手嘛。 Ini keras nih. 你看很多 gay 博的哈。撈邊啊？ Ya, laut banyak. 啊，海魚。 Potong isi. 你看佢啊，啲狗眼用文字 Buang air panas. Kau buang tu air panas. Kau ledah. Kawan, kau rumah mana? Tinggal di mana? Sana kilo. Kilo ah? Ah. Saya masak Saya pergi pernah ke rumah. laut sana. Pergi kau rumah masak boleh kah? Boleh lah, saya ikut kau punya kereta mah. Boleh? 我跟他说，如果我去他家里买这个去他家里煮，可不可以？他好像有点真的要答應的感覺。boleh kaya. Sekarang kau kaya kau tinggal kilo. Saya suka sana. Boleh kasih bila. 那他可以让我们去他家。真嘅呢Terima kasih lah. Terima kasih. 一邊認真嘅按貨咧哦。唔過，嘉朗城這樣來嘅時間講冇幾久嘅時間，跟住馬來話唔會同。而家特別係看大部分就係當地人嘛，冇了解原住民，跟住都應該唔會講法語吧？
不会讲啊，那你怎么跟他们沟通？马来话你们不会讲？比手画脚有时候咯，不懂不是问他那个是什么咯，那你问了他，他就会解释给你听，解释给你听之后，我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啦。那有时候我会那种土话，我会回去跟先生讲一下，先生说你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马来话。就一共连他都不清楚的马来话，你都会讲了，都在这边学到了。啊，就是慢慢跟着他们学咯，就可以跟他们融入咯。其實人家加上唐唔講，就會講，你去到一個地方，加容易懂體，就會去到師從地度。你比較那種最貼近他們真正生活那種，最貼近他們的人民。對，你來到那邊，你愛來那邊，你就愛撈那邊的人接觸嘛。接觸你只有你後面愛撈家的想法一起來，一起這樣子，一起同進同出。其實這樣子真的就可以很快的把自己帶到這個社會裡。對了，所以說你會覺得說每一樣東西都是很可愛，很可愛。陶太子講，族群之間誤會難免。故說，長到沙巴嘅時節，泰國咪當時嘅生意嘛，那也撇撇走。不過後來看佢當吃菜，交嚟當到嘅朋友，就有猜忌起咧。太子沒講到，有嘅時節誤會係因為當時來去，喺互動嘅課程地度，佢發現無論係馬來人也係原住民，啲人嘅對佢好嘅時節，佢自然咪會對你笑眯眯嘅。離開鬧熱嘅稻木時期，接下來太子係帶我到釣鴨來拜訪當地嘅台灣朋友。陶太子，而家推我來一個按獎嘅地方，我請問你。哦，我帶你去尋找，我哋嘅台灣好朋友，佢到娘有20幾年了。哎，林大哥、林先生、林老闆你好啊！林大哥你好，我是大漢。歡迎你們，哇，你們這邊環境很棒嘞吼。對了，對啊很。自然的環境啊，說實在的，自然。因為陶太子有講說，他說在這邊啊，其實對台灣很思念的時候，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來找台灣的朋友聊天。大家互相聊聊台灣的事情。對，哎呀，因為這是身處在外在他鄉嘛，能夠看到台灣人就像哇，看到像自己家人一樣。對了，對了，對。人講啊，他鄉故地，異鄉本然但唔相識嘅人，因為同鄉，當家就牽起情感。來到沙巴安多年，當地嘅台灣人唔多，咩因為安呢，太子特別增下一條海外嘅緣分。東分沙巴自然生態嘅林泰國兩公婆，20年前決定歸戶曬到釣鴨灣來，喺當地做觀光旅館業，一擺就聽到林泰國行醫行嚟有人來嘅鹹水內湖，拜訪當時老年要來去嘅巴育族，了解紅樹林嘅奧秘。好，這邊就可以看到都是那個水筆仔的下面的那個樹木。這裡的高度差不多寬度的，應該5到10倍吧，裡面大的。寬度的很小啊。很小啊。哇，你們這個灣你們保護到很漂亮啊！哦，因為太多人進來，對對對，所以說這個水域在這裡面都算還是算你們自己的？沒有，這個是政府的，但是我們跟幫政府管理。紅樹林這種東西，它生長的速度是很慢的。像我們隨便看一個差不多10米高的紅樹林，可能要生長30年、40年。你那個像我們看到那個樹的底下，它有很多像是樹根一樣，這樣好像抓住，它是好像沒有碰到水面吧？但是在岸上的有嗎？對，那個是有什麼作用嗎？河岸呢沒有紅樹林保護的話，它會一直土地會流失。在一個漲退潮，它就把土地一直流失。那紅樹林它的根呢，就把整個這個土地保護住，緊緊抓住。對，所以萬一這個紅樹林範圍越來越少，土地就會流失得越來越快。對，沒錯。大哥，我們現在看到那個旁邊的岸上，是螃蟹嗎？是招潮蟹。招潮蟹。對。它這個也是在紅樹林特有的。對。這麼多隻啊！哎，整片都是哎。而且你有看到，還有那個彈塗魚，對不對？對，彈塗魚，對，一直在跳的啊。哇，這個是自然生態裡面它的一個生態鏈啊。可是這個也要環境夠好才會有這些，不能有污染，你污染了它們就沒有辦法生存，沒有辦法延續下一代。
10米高的红树林可能要生长30年、40年才会长到这么高。这么久啊，所以它复育的工作是很长的。那现在政府把这一区都全部划成1级保护区，都不能砍、不能动。那已经被破坏的地方要复育回原来的样貌。好。所以这边的生态环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哦。对啊，而且其实真的要靠人类好好去保护它，不要再破坏它。因为你一破坏的话，你要恢复回来这个原本的样貌，要花很多精神、很长的时间，才能复育完成。这是要靠大家的努力啦，对。也几片伫水面上强势嘅树纳，除了做起流失嘅土地之外，还系后巴口生物嘅家生态食物链嘅基础。泰国讲生产力丰富嘅枫树纳，咪孕育了众多嘅鱼嘅。每位到撒下来然后去拜访嘅白玉创人，喺东汉同艰难嘅生存环境底度，提供了生化嘅食物和资源。OK 了。哎呀，为什么坐一个船你变这么高兴？变得很挑了。我变了我失去平衡。我们现在走在这上面，姥姥觉得很恐怖哈。不过林大哥，我刚才看到我们这样一路这样走过来，看到旁边有很多的茅草屋。当然这边就是以前水上人家住的地方嘛。对。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住了？因为以前呢，他们的水上人家全部都是用茅草跟木头盖的。进来呢，因为那个生活水平提升了，所以政府有补助，他们慢慢往陆地上移，然后也改成比较先进的材料，所以这茅草屋的部分呢，就慢慢的自然消失了。那应该再过个1、2年以后，现有的这些茅草屋也全部都会都拆掉，自然的让它消失了，也没有拆掉。你看它那个柱子什么都还在啊。以前这边总共住了2000多个原住民。那这边的原住民他是算是什么族？巴妖族。巴妖族是一个水上吉普赛人，他们就是全部以打鱼为生。不过啊，你像我们都知道海水不能喝嘛，那他们既然是生活在这个水上，那他们的淡水从哪里来？一般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交通船，他们就是从陆地把那个淡水运过来。那另外呢，现在政府在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简易的自来水供应站。那所以他们就从平地运过来的水就慢慢减少了，生活也改善了。它离偏喽，哎呀，大把试水的时间还要一摘，万一真的说交通船不方便，下大雨什么的话，其实没有水载进来也是很麻烦。对，我们现在就看看，他们是从水上人家现在慢慢的移居到陆地上，但是还是住在水边。对啊，其实我是很好奇，为什么一定要生活在水上？我们待会可以到他们家里面吗？可以。很摇，来慢慢走。泰国讲，时代迄啲太海嘅白玉创人，此时就到海水，佢哋用海落石，用船转脚，生化石油的都啲太海得来。头摆很老屋嘅许多水坑，当时送到土地坑来。时代迄啲闽南百湾含海女妇嘅创人，东北做船呢，固定当时老人来去嘅生化。不过，听到现代文明嘅传入，简单嘅苏正路连点土地老海洋，未留一群太海嘅子民送上土地坑。Hello， 你都要不要规定到这边要脱鞋子啊？对。现在弄来个水缸里张大哥，那边示范的地方暗太哦，还有分到1流、2流啊。等下呀，繁忙时间还蛮多嘛。我说等下全部都会学生的哦。2600位學生會來買。其实要房间没懂好呢哈。这位是你的朋友吗？不是，就是刚才我就在路边看到他，我就问说我们想到你家里采访，他就一口就说 OK， 就这样子，就这样。哇，这种事情在台湾呐，其实是可能说很少会发生。本来呢，他跟我们讲说他们要招待我们，但是目前他们是
回教的斋戒月，所以他只能招待我们喝水，没有办法招待我们食物。哦，如果要食物，大家晚上6点半以后开斋了以后才能够招待我们。哦，所以他们不然的话，平常不是斋戒月的时候，你到这边来，就算是陌生人，那当下跟你成为朋友以后，就可以邀请到大家来，请你吃饭呐，请你喝水、喝饮料都可以。对，甚至在这边住都可以。真的假的？真的，这就是马来原住民的习性。它不只是这一族，包括他的卡达山族、独顺族、其他的种族都是这么好客。李大哥，那他们现在的工作来说的话，还是以到海上捕鱼为生吗？Dia orang mau tahu kamu sekarang masih buka ikan nggak？ Tiada lah, saya sangat pikir lama sudah. 哦，他现在呢已经不捕鱼了，以前有，但是呢这附近的居民还是有很多还是靠捕鱼为生。他们现在好像都慢慢的就往陆地上移动了。对，那以后是不是在这边水上人家就会消失？因为整个海洋资源越来越减少了他们呢为了求生存，那加上政府的补助，所以他们慢慢的往陆地上移，但是也离不开海边了，就是近海，本来是在水上，现在是在海边，就这个差别而已。其实他们现在其实就慢慢的就是也会移居到陆地上去生活、去工作，但是住还是最终会想要回来住在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世外桃源，因为你完全没有跟外界通的路嘛，它唯一的出路就是靠海上这个交通船。但是他们如果说上学啊，然后或者是去工作，就只能坐船到外面去。对，目前为止的话，他一定要坐船到最近就是对面另外一个村落的码头，然后再从那边接驳到工作的地点。那求学的话，后面这边呢有一个小学，政府的学校但是只是小学。那中学的话也是要出去镇上那边上学。文化嘅交流改变了白玉苍人传统嘅俗。对社會來嘅善行、老關懷，上義嘅現代嘅醫療、老教育，改善了當地居民嘅生活。政府不出款，本佢就起嚟舒服，有嚟電視機，搞定現代化嘅生活。不過，沒有當代印象，白玉蒼人將淺淺嘅磨退了自家嘅文化。聽聽白玉蒼人曬到土地上，人類對海洋生存嘅學問，未會磨退去。也未唱起現代化嘅歌唱地度，少數民族讓原住民嘅共同難題。喺東原族群嘅馬來西亞，唔但將有原住民獨到文化磨退嘅問題，對同樣係沙巴族少數民族嘅方言來講，文化嘅傳承咪係動態嘅挑戰。下來就聽聽泰國到推廣華文東三網嘅崇正中學來拜訪。那個，那你剛才時間咩偷嘢嘅學校嗎？係。哦，咁一下算賺了一個母校咯。母校。誒，唐嘅頭太子講啊，也是一下就東山芒地那個崇正中學裡面幫忙他們推動安尼華語嘅教育，因為你像他嘅時間咩東模漢啊。哦，華僑就講啊，來到僑居地啊，十分積極推動嘅就華文教育啊。所謂再窮不能窮教育啊，所以華僑一到落地生根之後，首先上到就係辦學，尤其係我哋客家人對教育十分重視。華人嘅子弟咧，好多佢會到外地去前學，去學習中文嘅文化。而每到就華僑每到嘅地方都係辦學為主，必定學校十分注重嘅都禮義廉恥啊。德智體群美啊，這方面，這華文學校比較會注重這個教育，所以很多家長還是選擇把孩子送到華校來。泰國講，該啷是客家先賢，為咗堅持母語嘅教學，之前辦了一間土地中學，教育事業未傾減嘅客家人。對佢哋來講，堅持母語辦學校。但就係為到下一代曉得兩萬寫法文，還較重要嘅係老文化地度嘅理解、老研討、傳媒後台，唔忘本、唔配做。教育同時咩為到華人喺馬來西亞很有競爭力。Hello， 你們好。嗨。
哎，你们这一堂在上什么课啊？MML English， 就是英文对话练习嘛。好，哎，听说你们在这边学习很辛苦哎，英文、华语、马来语，那家里还有讲什么吗？客家。在家里讲客家，讲客家。我没有客家朋友。你有客家朋友吗？没有，大部分都是讲华语。像你是哪里人？啊，我是一般印度，一般韩国人。哦，印度跟韩国，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这边很好玩的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种民族一起融合，但是大家都是同样一家人一样，对不对？嗰陣時雖然係為到傳承中華文化來辦嘅學校，不過因為辦到當成功，故所想到了無強族群嘅人來讀書。不過除咗學課本等嘅學問之外，還較重要嘅係學會尊重無強嘅族群。張大哥，下邊示範的地方暗太哦，還有分到一寮、二寮啊。係嘛？二寮係馬來話講哈拉闊，英文哈拉闊就講肥膠圖先。即係講佢哋喺度用音歌見嘅，跟肥膠圖相對少。但係見咧，因為在這嘢啊，就冇哈利冇曬要講，肥膠圖5年嘅事。到啱啱前6點半過後就嚟嘅事。哦，唔過等下繁忙時間還蠻多嘛，我說等下全部都會學生哦。2600位學生會來嘅買。哦，個按到人家特別講菜咯。所以講位置就唔叫太緊啦，我哋要擴建。行開講。你話要擴建，因為不夠容納的學生嘛。係啊，嘅冇嘅啊，又要動到錢哦。哦，這個是屬於我就所謂的，就跟你們講的，這個也有是我們的硬體的建築，所以又要向社會人士籌款了。創造東西係只有客家人士，然後看到好了之後，將有外族人士啊，或者其他鄉族人士啊，將刺痛指導來鑑定學校。如果嗰陣時你講大家談到要按那個學校啊，大家就同感應講。因為判得好嘛。因為我哋小省有冇限制講，只有客家人士先可以讀啊，冇限制，各鄉民族都可以，甚至乎外籍人都已經來到我哋學校讀書。沙巴城。校長好。校長你好，你好。校長好。你好。这里董事長好。哎，请坐。所以校長在這邊多少年了？幾多年呢？39年了，進入第40年。39年。已經是40年了。不過你這種總太過沒有講到，就會講發糕啊，比較難經營。所以現在我們現在很多校友呢回饋給我們母校，所以他們都很精神上、在物質上、在時間上，他們都很願意的協助我們。不過按你講起來，就會講，因為學校地都會受有個經費啊，全部就會靠捐款。那馬來西亞那邊記得平常一般的學校地都該種學費貴不貴？他們沒有，不需要，他們政府學校不需要繳費的，不是錢，免費的。但人家給呢？我們要賺錢。泰國講從頭有疑問記到，脫離辦學校兩個金錢，記得遵守先前講嘅，是要用心辦學，有名聲，自然就做得到支持，就做得有效經營。故所除咗金錢，還較重要嘅係本達現錢就發揮親體嘅效用，本聲音得到好嘅學習。馬來西亞嘅華人，現在嘅馬來西亞尊重自家嘅祖國，現在啲喺土地上打拼，除咗延續自家嘅文化之外，咩係實忙容易動體，還有國際接軌。故所馬來西亞嘅華人，單單都會講華文、英文、老馬來話。其實底下個圖書館，你都看到就懂體片咯。因為你像台灣，我們小時候在學校圖書館看到就是中文嘛，然後英文嘛，這裡就看到有馬來西亞文也有了，對不對？不過你像這個，我剛看亞大貝，因為你看之前有講到，如果亞大貝搞教學是以簡體為主嘛，對呀、啊。那可是一般我們看到的書籍啊、報紙啊，其實大部分就會繁體字咯。奇妙的，在沙巴州的大部分的報紙呢，都是以這一個繁體印的，所以同學們呢，其實對繁體跟簡體都有適應的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這個海外的華僑對這個繁體跟簡體不是太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华人在海外一定要比别人具备更多的生存的条件的有利条件，所以我们觉得3种语文尤其是华文、马来文跟英文3种都学习的话呢，对他们将来走出社会是有更好的帮助的，所以我们是坚持。其实我知道啊，我来到那边认识到一个崇正中学，还有了解说侨胞在我国生活的方式，真嘅係辛苦咯。冇像人哋台灣知道有安尼嘅環境，人就知道懂平常嘅。不過行到呀，另外一個國家看到佢到，你看讀書咩安辛苦，第二個生活要學3種語言。不過有幾條嘅上網嘅大兵，係啊，有好嘅教育，他以後幾條行會轉來回饋幾條，對，就是這樣子生生不息，一直延續下去。謝謝。哦，因為多謝。謝謝。什麼好種？謝謝。我想，喺當然種族嘅國家地圖，愛消除文化衝突嘅方式，唔係同化，係了解自家嘅價值，同時學會尊重差別，創造得遷就自家嘅天美，曉得說服、上網學習，好好咧就回饋唔夠，也就會華文教育做得啲馬來西亞繼續傳承嘅原因。講到愛了解當地，等下就聽你姥姥黃師師體驗當地嘅在地嘢。沒夜市呢，要這樣3點天天，因為按懂你都要買東西。因為啊，嗰條今仔係禁食節。你說的禁食節啊，就是齋戒月嘛。啊，齋戒月。哦。古時候幾條就早晨嘅時間，對於幾多點開始做唔得食東西？早晨啊。係早晨。哦，早晨就冇啊，嗰條嘢係緊嗰條時間，好像係5點幾就唔可以食東西，但係嗰條3點幾嗰條就空閒。念經啊，煮飯啊，準備給東西，到了給到5點幾，給到個不利馬干啊，就是可以吃飯的時候，他們就快點把他們一天的食物吃進他們肚子裡面，吃進他們肚子裡面，他們就是一天，他們就是如果有很誠心的人，他們連口水，他們都要很小心的不要吞進去。很艱苦啊！來講，他們會覺得他們很榮耀，他們做了這件事情。古時候也要亞啲準備開始嗰種，等下大家下班過後就來一邊買東西，就買專業卡，等下時間到了就準備，全家人就做得開始食咧。而家行落去看下， OK， 好，到底有買乜東西？OK，來。喺菲拉過年前嘅一整夜，全世界嘅穆斯林會實行齋戒。透過經飲食、學分軟、鹹、老慈悲，信伊斯蘭教嘅馬來人當然未強用。除咗成年嘅老人家、看態度嘅人之外，大部分嘅人對天光過後就做唔得食東西咧。第二段時間，馬來人未卡少自家煮，故所形成了體育嘅齋戒嘅市場。行一轉事實，行卡做得咁主導馬來西亞飲食嘅多元性。胡大姐，一條咩幾條齋戒時節食嘅東西哦？啊，係哦。看了有這個槍的嗎？該？這是那種棗子，它那個棗子，如果他們肚子一天餓了嘛，空肚子的時候開齋，他們就先吃這個。按那個做法就係用傳統客家做法。嗰啲傳統黑人農誒，他們這邊的老一輩的華人都自己養雞養鴨，可能他們習慣了，就自己殺咯。胡大姐，一條咩幾條齋戒時節食嘅東西哦？啊，係哦。看了有這個槍的嗎？該？這是那種棗子，它那個棗子，如果他們肚子一天餓了嘛，空肚子的時候開齋，他們就先吃這個。要沒有醃製嘛？該東西啊？它是曬乾的。就係呢。你該做點買，你做點買一下來試看啊。來試下看。你試的。好吃的。味道一好誒。味道好。你睇係係好中意食嘅東西，都係叫做回教人就係食那種東西啦。唔將一個人係講嘛嘅馬來教係嘛？嗰個其實幾條齋戒月食嘅東西咩豐富呢？嗬。好豐富，
所以讲，俺哋都好中意佢哋嘅斋戒月，俺就有好多東西可以食。你要斋戒時間，你就種美食展覽用。哦，那品種是唔多嗎？品種冇啊，試下看好食嘛。哦，我覺得，你看，人家看到的東西就會講，該開齋是大餐之前的一些小點心。對了，因為他們肚子空了一天呢，進食了一天，所以說他們要讓他們的肚子能適應這些食物。啊，太緊啲嘛，你阿見講吼，人家血卵是流出來，感覺，係嘛？吃好，剛剛買個東西，我們已經吃了甜點，然後現在很開胃了。所以說，為什麼他們要吃甜點，再來吃他們的正餐？就是這樣子，已經被胃被打開了。你也可以經驗過他們這種吃了甜點再來吃正餐那種滋味。我差不多每天如果是這個時候，我們都會來這邊走一遭，我們就會買。他們不覺得我們是豬嘞？啊，嘛愛煮，這是我額外的小吃。額外的享受就係。對對對。因為我有 T 百寬度，然後 T 百寬度佢哋擺出按到嗰種佢哋穆斯林嘅食物啊。哎。然後係上會冇空用，上會就齋戒月上到就有啲安尼啊吃齋的感覺。對。講咩？佢哋買東西懂豐富。你剛剛有講到就會講。佢哋做一個東西嘅應驗，再賣一百天天。對。不過人家食到嘅東西，都要搶佢哋家常菜用誒。對，他們會做什麼東西，他們就拿來這邊賣。哦，故說唔係講嗰種專門的賣糕點的，不是廚師唔係安尼。不是，所以說他們的東西就是說比較原味。唔會講假嘛嘅奇奇怪怪嘅東西，因為一條東西佢哋平常自家會食嘅，較安全。不過其實唔像佢哋在呢個世界對。那法人來講，雖然講，冇搞到該沒有他們那種宗教信仰，不過行到一路行就是甘肅的多幾多年。我會共融在他們的那種，生活的方式裡面，那個食物的那個引誘力這麼強啊！你講到一個，就從迄個很硬的，買食嘅東西，有幾年種的食東西，那看到人又搖到我。對，他們有這個克制能力，他們這個時候買了回去。他們都要等到6點多，漳州的快食食。對，其實係食到安尼，真嘅係懂好啦。那種齋戒月尾，會一邊人會知道講，人家喊卡整下身邊嘅東西、食物咁樣安尼。對對，敬佩他們。嗰時候當年齋戒月時間，聽說會亂嘅嘛？會，聽說會亂，絕對不會放過。我一定不會放過，差不多是每天都會要做這件事情來學。太子講。當到人老到在戒月會買唔到東西食，其實啊唔係安尼。點到啲在戒月嘅時節，將有機會嘗到本來傳統嘅世界菜。下禮拜睇講拄好在戒月來到阿 B，連啱啱嘅時節就地啲市場望一下，前正式嘅馬來西亞食物。試嚟開齋嘅前菜，等下就要留太子在屋下做客，學做客家菜。大姐，你家喺度做乜嘅？釀豆腐啦。哦，就係客家釀豆腐啊。哦。係哦。唔過，又係蠻舊嘅。哦，以前老阿婆、家娘婆婆啊、家婆啊，一齊煮嘅時候學到嘅，全部係冚啊，全部係自家打嘅。啊，自家刀嘅。今日做一個正方形嘅，咁樣慢做。這個豆腐包，你可以20塊。啊，可以20。你按咯，你慢點。你有冇打唔開啊？你先20塊啊！來，你看啊，你按咯，你就按咯，鏘，你看，佢就開啦。哦。啊？我幾多？你中意，你愛食幾多？幾多？唔過按你等下按你喺用冰到當杯，按你下去煎，按用咪當杯會熟咯。你煎啊豬皮嗎？豬皮面有油哦，有油之後呢，你就放水，醃佢放水，燜下佢就係咯。有啲會像燜着，讓它就整個就燜熟了就可以。按你嘅做法就係講傳統客家做法。佢都傳統係咁樣嘅，因為自家刀冚啊，冚豬皮要毛，地方用啊，所以講佢啲鋪材底下豬油。就可以煮那個豆腐，豆腐就有那個油嘅香味啊！豬皮又可以食啊！你啲客家人好節省的嘛，乜嘢都用到晒。一動到就係嗰種傳統，像嗰種是講你冇留家用鄉下帶
就學唔到一啲東西。學唔到。咁人家當時攞佢學係要學到乜嘅？他們這邊的老一輩的華人都自己養雞養鴨，可能他們習慣了，那他們就會養雞養鴨怎麼辦？就自己殺咯。你講佢9年嚟吃鴨嘅吃雞，咁你台灣時也有吃過嘛？咁你會講嘛？冇變啊，見到剛爭開始後講啊。就是傳統的家庭嘛。哎，對。我開當時你嫁過來，一個台灣身份，另外吃到阿 B 動態哦。唔。可是我會覺得，譬如講，我現在我可以一家人一起住在一起，可能就是我以前有做到這種事情，就是這樣有一個回報吧。所以講，那就盡量做好啲咯。好，你邊啊？好了哦。哦，好啦。可以上菜咯。OK， 上菜了。姥上菜。來，我們吃飯了。哇，不客氣啊，就好像家裡這樣。哎呀，正經動從過年哦，過新年。唱過新年哦。你講按澎湃，來，來，他剛用條褲。按摩下去咯。摸下去。你估到其實你像你平常過年嘅時間有突然就轉到台灣去過過嗎？有，以前岳母岳父還在的時候，在身邊。我最記得以前細嘅時候好熱鬧嘛，我就撈我啲細蚊仔過，那細蚊仔就好歡喜哦，一撈我一齊轉台灣過節啊！一到台灣，佢就講媽媽，為什麼你騙我們的？根本怎麼那麼安靜哦？我要回去了。我最記得當地的那個慶祝啊，還有那氣氛啊，的確沒對這麼熱鬧啊。一串客家團圓飯，除了看到泰國一份嘅團結，每本嘅客家皮膚，海外華人對文化傳承嘅用心，生死愛上也條無變嘅舊傳統，客家做哋感受到一種老實嘅幸福。每當感謝姥姥一份嘅熱情狀態，本來有機會喺阿邊當過年嘅時度，客家傳統料理，感受到大家庭嘅溫馨。我會覺得，我的家人很支持我，很關心我，尤其是雖然我的丈夫他比較冷血一點，他比較不會發表他。其實我們女人就是愛男人講一點，也不是說甜言蜜語，不需要甜言蜜語，只是說一點很關心的一點話，你會過得很舒服，只是一點點的小滿足。我的孩子這麼的疼我，我都很滿足，我就更要去照顧他們。我們是很幸福啊，我們每一個彼此都是相扶相持。雖然說有時候語言上面呢，還是肢體上面，我們有一點不一樣、不習慣，但是我們的心還是連在一起的。嫁到按原來，難免會相互適應。聽到40年過體咧，啲辛苦變做歡笑，歲月悄悄地表達，一條條白嘅生命經驗都會變做日頭，輕輕嘅聯繫家庭。一轉沙巴之旅，本來感受到濃濃嘅愛流付出，就像姥姥講講嘅，生活嘅幸福係用愛車本順條嘅人。祝福姥姥一家人喺沙巴一地土地上，做第一次阿你兄弟相識。